各位觀眾好，歡迎收看本期視頻。2026年8月18日，香港娛樂圈突發意外消息 ，TVB 人氣處境劇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嘅資深綠葉藝人崔錦棠喺青衣路段遭遇嚴重交通意外，兩車猛烈相撞，引發驚險場面。現場車輛損毀嚴重，安全氣囊彈出，引發全網熱議。作為觀眾熟知嘅金牌配角，崔錦棠此次意外牽動咗唔少粉絲嘅心，所幸其僅受輕傷，並無生命危險。而事故中嘅的士司機則因一度被困車內，陷入昏迷，場面十分驚險。據現場目擊者及警方通報嘅細節顯示，事發於香港青衣常規行車路段，崔錦棠當日駕駛私家車正常行駛，途中同一架的士發生正面碰撞。撞擊力度極大，導致崔錦棠駕駛嘅私家車頭嚴重損毀，車身部件散落一地，車輛安全氣囊瞬間彈出緩衝撞擊力，涉事的士右側車身被大面積撞毀，車身變形嚴重。意外發生後，的士司機當場被困喺駕駛座內，失去意識，陷入昏迷，冇辦法自行脫困，情況危急。接到報案後，香港救援人員及警方火速趕赴現場開展救援工作，第一時間撲拆的士車身，將被困嘅司機成功救出。經過現場緊急救治，昏迷嘅的士司機逐漸恢復意識，隨後被送往瑪嘉烈醫院接受進一步檢查與治療。而涉事私家車司機崔錦棠，亦即係《愛回家》中飾演接龍集團 Andy 嘅演員，僅出現手指擦傷、輕微碰撞等輕傷，現場醫護人員為其簡單包紮處理後，佢亦都按照流程送往醫院做全面檢查，排除內傷隱患。目前警方已介入調查，正喺度梳理事故起因，劃分事故責任，後續詳情有待官方通報。消息曝光後，唔少追劇觀眾紛紛留言祈福，感嘆意外來得猝不及防。好多觀眾對崔錦棠嘅熒幕形象印象深刻。佢喺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中飾演嘅 Andy， 性格鮮活接地氣，演技自然細膩，憑借生活化嘅演繹圈粉無數，係劇中極具辨識度嘅黃金綠葉。邊個都冇諗到，一貫低調敬業嘅佢，會突然遭遇呢一場驚險車禍。好在最終有驚無險，令唔少粉絲懸住嘅心徹底放低。熒幕上嘅崔錦棠風趣開朗、從容自信，總能夠精準拿捏各類小人物角色，俾觀眾帶嚟咗無數歡樂。但好少有人知道呢位熒幕暖男嘅人生，一直伴隨住難以言說嘅自卑與掙扎。崔錦棠自出世就帶有先天身體缺陷，佢嘅右耳僅有耳珠，上半部分耳朵先天發育不全。呢一個與生俱來嘅缺陷，成為佢貫穿童年、少年乃至青年時期嘅心理枷鎖，令到佢常年陷入自我否定，極度排斥鏡頭前嘅自己。喺早前嘅媒體專訪同演藝人協會訪談中，崔錦棠曾罕見敞開心扉，講述自己因身體缺陷遭受嘅偏見與煎熬。學生時代嘅佢，因為耳部嘅特殊樣貌，常年遭受同學嘅嘲笑、調侃與孤立。同齡人異樣嘅目光、惡意嘅調侃，令到佢自細就極度敏感自卑。更令佢耿耿於懷嘅係，小學時期曾因為未按時完成作業，被老師當眾落佢嘅耳部缺陷當眾指責、調侃，公開嘅羞辱深深刺痛咗年幼嘅佢，亦讓到呢一份自卑根植心底。為咗掩蓋自身缺陷，崔錦棠常年留住長頭髮，刻意遮擋右耳，就算違背校規，被學校記過處分，亦始終唔願意剪短頭髮。嗰時嘅佢極度抗拒展露真實樣貌，甚至十分抵觸出鏡影相。每次面對鏡頭都會下意識咁遮擋右側面部，從心底討厭鏡頭中嘅自己。隨住年齡增長，踏入演藝圈，鏡頭成為佢嘅工作日常。呢一份自卑唔單止冇消散，反而越發強烈。為咗擺脫外貌困擾，徹底消除缺陷，令自己能夠坦然面對鏡頭，深耕演藝事業，崔錦棠曾認真考量過整形手術，希望通過醫學手段修復耳部缺陷，擺脫當年嘅心理陰影。喺人生最迷茫、最自卑嘅階段，已故 TVB 資深藝人曾偉權嘅一番話，徹底點醒咗佢，成為佢人生嘅轉折點。曾偉權得知佢嘅困擾同整形諗法後，內心開導佢，同佢講演員嘅核心魅力在於演技與實力。
而非完美嘅外貌。真正能夠被觀眾記住嘅，從來都係角色與作品，而非外在樣貌。呢一番真誠嘅勸慰，令糾結多年嘅崔錦棠豁然開朗，徹底打消咗整形嘅念頭，開始嘗試同自己嘅不完美和解。真正令到佢徹底突破心理枷鎖嘅，係 TVB 古裝劇《天命》嘅拍攝。拍攝該劇時，角色需要全程剃頭，咁意味住佢多年嚟用嚟遮擋缺陷嘅長髮將不復存在，必須直面自己嘅先天缺陷。忐忑不安嘅崔錦棠主動向監製坦白咗自己嘅身體缺陷，本以為會錯失角色，冇諗到監製十分包容，直言話冇問題，照睇就得啦。就咁樣，崔錦棠首次以完整真面目亮相熒幕，坦然展露自身缺陷。呢場突破唔單止係外貌嘅釋懷，更係心態嘅蛻變。從此佢徹底擺落容貌焦慮，唔再刻意遮掩，坦然接納唔完美嘅自己，演技亦都越發鬆弛自然。褪去熒幕光環，崔錦棠嘅私下生活低調沉穩，情史乾淨通透，係圈內少見嘅低調專一藝人。唔同於部分藝人嘅緋聞纏身，情感複雜，崔錦棠幾乎零緋聞，出道多年從未有過負面情感八卦流出。佢早早步入婚姻殿堂，與圈外妻子相知相守多年，感情穩定和睦，低調經營住自己嘅小家庭，始終將家人保護喺鏡頭之外，極少公開談及私人感情生活。婚後嘅崔錦棠更加係化身顧家好男人，同妻子育有2個仔，一家4口溫馨美滿。平日裏唔拍戲唔工作嘅時間，佢幾乎全部留俾家人，陪伴細路成長，陪伴父母盡孝。此前佢曾經罕見公開全家福，為咗父親慶祝80大壽，照片中一家人眉眼相似，氣質溫潤，3代同堂其樂融融，盡顯溫馨和睦。鏡頭中嘅佢褪去演員身份，褪去成熟穩重嘅熒幕氣質，化身孝順仔，溫柔父親，溫柔又接地氣。好多網友睇完合照後紛紛感慨，崔錦棠嘅家庭氛圍十分治癒，低調安穩嘅生活狀態喺浮躁嘅娛樂圈中尤為難得。除咗觀眾熟知嘅演員身份，崔錦棠仲有住十分勵志多元嘅人生履歷，擁有遠超普通綠葉藝人嘅實力與閱歷，呢個亦係佢最特別嘅閃光點。鮮少有人知道崔錦棠並非科班演員出身，踏入演藝圈之前，佢一名專業嘅鐵人3項運動員，身體素質出眾，曾入選香港鐵人3項代表隊，代表香港參與各類國際賽事，同時仲擔任過運動教練，深耕體育領域多年。結束運動員生涯後，憑借紮實嘅體育知識與出色嘅口才，崔錦棠轉型成為體育記者、賽事主持及體育評述員，憑借專業細緻嘅解說風格，收穫咗唔少觀眾認可。之後正式加入 TVB 體育組，深耕體育傳媒領域，積累咗豐富嘅鏡頭經驗與舞台閱歷後，佢先至正式轉型拍戲，成為 TVB 簽約藝人。憑借踏實嘅態度、紮實嘅功底，一步步從客串路人成長為愛回家常駐配角，穩紮穩打深耕演藝行業。多重嘅人生閱歷，令到崔錦棠塑造角色嘅時候更具層次感，能夠精準拿捏各類小人物嘅心態與狀態。運動員生涯賦予佢堅韌自律嘅性格，媒體從業經歷鍛煉咗佢嘅鏡頭感與表現力。多年嘅人生沉澱，令到佢嘅演技越發自然通透，唔刻意唔浮誇。呢個亦係佢飾演嘅角色廣受觀眾喜愛嘅核心原因。入行多年，佢始終低調敬業，零緋聞，零黑料，默默打磨演技，踏實拍戲。哪怕常年飾演配角，亦始終用心對待每一個角色，用實力詮釋小人物嘅高光。此次突發車禍係崔錦棠人生中一次驚險嘅意外，所幸並無大礙，令到一眾粉絲同觀眾倍感安心。回顧佢嘅人生，從因為先天缺陷極度自卑，想要整容嘅敏感少年，到坦然接納唔完美、自信心間涉嘅實力派藝人，從專業運動員到媒體從業者，再到熒幕金牌綠葉，崔錦棠嘅人生充滿逆襲與治癒。佢用半生時光證明，外在嘅缺陷從來唔係人生嘅短板，內心嘅堅韌與努力，先至係人生最好嘅底氣。如今55歲嘅崔錦棠，依舊堅守喺熒幕一線，認真拍戲，用心生活，低調深耕，穩步前行。經歷此次車禍意外，相信佢亦都會更加珍惜生活，守護自身安全。
期待呢一位勵志、溫柔又敬業嘅綠葉藝人，後續能夠帶嚟更多精彩嘅熒幕角色，亦祝願佢早日完全康復，平安順遂，穩步前行。好啦，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。如果你鍾意本期視頻，歡迎點讚訂閱，我哋下期再見。